3年级的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上课是要复习谜语10句，因为我们1到10都已经教完了哦，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。来，小朋友一起从第1句开始念。1、2、3，开始。6月我才加有心，校长兼讲情，家长教我读，3年一轮，好歹教人有一好，无两好。先顾巴肚，才顾不足，船过水无痕，免好难对交群，进无步，退无路，两头亲骨。好，10句都已经念完了。可是呢，小朋友，刚刚有的人有跟着念，对不对？哦，应该要全部的人都要跟着念哦。有的小朋友还是会忘记要闭嘴巴的部分啊。我们来复习一下哦。第1句，心要有的音哦。加有心哦，心要闭嘴巴了哈。好，来第2句要闭嘴巴的部分是在哪个地方？哦，其实护照上面老师会请你把它扣起来了哈，就是圈起来，就是表示要闭嘴巴的部分哦。就是这个兼要有的音哦。校长兼讲情。好，来，再来，还有没有要闭嘴巴的部分？哦，这一句啊，虽然不是要闭嘴巴，可是有人会念错了哈。这个好歹教人，和爱派哦，好歹教人，有人会念错了哈。还有啊，第6句会念错的地方就是这个不咒佛祖啊，我们念成不咒哦。我们是看这个台罗音标念的哦，不是老师自己乱念的了哈。台罗音标这个不咒，所以是不咒了哈。先顾巴肚，才顾不咒哈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是哪一句容易念错，还是要闭嘴巴？哦，这个第7句的喝温魂，痕迹的意思啊。喝温魂，有人会念错哦。好，第8句这个免好，无音免了哈。免好难对交群，这个免啊哈，有人会念错了哈。还有呢是什么？进无步，退无路，退的退啦哈，最后是退的退哦，不要念成国语的退无路，是退的退，退无路。第10句一样要闭嘴巴的部分是这个亲，后面有的音哦，闭嘴巴要闭起来了哈。再跟着老师念一次亲。好，第10句两头亲骨。哦，好，10句有要注意的部分
分都已经念完了哦。那小朋友记得啊，我们这个第一句到第10句要自己再念念看哈。我们再复习一次哦。来，为第一句开始念1、2、3。老话挂菜家有心，校长兼讲经，家长教多，3年一轮，好歹教轮，有一好，无两好，成果8倒，这个不做。船过水无痕，猛虎难对高群，进无步，退无路，软土深骨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谜语10句的复习就教到这为止咯。好，再会。